所以上帝高升伊极权，手使伊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互建立伫天、伫地、甲伫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踏有无跪拜，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伫爸上帝。咱只是请罗良斌牧师甲咱正道分享的题目，伊的题目是以基督的心做心，以基督的心做心。甲时间交互罗牧师。两位所敬听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今仔日是一年第一个礼拜，第一个主日。感谢主，互咱有健康、有自由，还佫有听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服侍敬拜伊。愿上帝平安、恩典、丰丰富富，小在咱中间。请咱大声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多谢你伫阮了受罪捆绑。伫无永远中间，你找紧主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阮，赏赐阮新的活命。伫圣经甲阮讲，若有人伫基督的内面，旧的事拢已经过去，拢变成新的。主啊，多谢你，互阮一个新的活命。总是阮着爱怎样好好活出这个活命意义甲价值。多谢你，你嘛留落主你的话，伫圣经的中间，成做阮的准绳。阮伫新的一年，阮要恳求上帝你，互阮知用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带阮，互阮会坎得伫新的年来领受上帝你加倍的祝福。这时，阮着恳求主你的灵运行伫阮中间，亲身用你的话来教导阮，互阮平平对你的话中来得到智慧、装备甲进步。基督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拢知，每一样事所以会发生，一定有个原因。所以，保罗伫今仔日的圣经节中间，伊用今仔这段话来劝勉腓立比教会会友，嘛一定有个原因。请咱大声来看头前的几节。保罗是安怎大声甲这会友讲：若伫基督内面有啥物劝勉、疼心有啥物安慰、圣神有啥物交通。心中有甚物慈悲怜悯，恁就要意念相同，疼心相同，有同款的心思，有同款的意念，互我的喜乐会通满足。保罗是安怎讲这段话？一定有一个原因，真有可能就是要提醒讲，恁中间，恁这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无拄拄有同款的心思意念。这个代志若是一个事实的时阵，对教会来讲，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因为咱知教会的建筑物虽然真要紧，但是教会是咧指什么？教会是咧指人。教会是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个人，咱若搁较严格来讲，其实是一个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所组成的团体。因为每一个人，你若欢喜承认耶稣基督做主，你就会使进入教会啊！这款的组织、这款的团体内面的人，若每一个人心思意念拢扣袂齐，安尼对教会来讲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教会永远会成做一盘散沙，一盘这个线无法度做生命。所以保罗大声甲因提醒。恁中间可能有心思意念无共款，这是咱要注意的。第二，保罗继续讲，恁凡事毋通激动，毋通贪图空的荣光。安尼咧讲嘛是有可能咧指出讲，恁中间有可能有人激动恁有人咧贪图这个空的荣光只是安怎保罗甲激动甲贪图？这个空的月光甲放做伙，因为咱大概真简单想就知，是安怎有人会激动，包括伫教会内面会激动，都是想要贪图空的阳光嘛，毋则就激动。无咱拢来做礼拜，
真自由出入的，免激动啊，啊，若是有即款伫教会内面有即款讲激动、贪图空空的阳光的事，我想这嘛是咱爱去注意、爱去改进的因为咱知影，咱信主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圣经甲咱讲，咱伫主的内面，无论你是什么款背景，无论你是什么款的种族，无论你的性别，咱伫主的内面，咱拢已经安怎成做一体。咱较袂通因为讲我要贪图虚名，贪图即个空空的阳光，伫教会来激动，敢会使安尼？今仔日特别咱有各机构的会长、队长，也是组长要就任。我大先要甲咱提醒，这干部就是讲，咱要领受即款的职分，咱爱有的认知是甚物？咱是爱亲像天父台前书第3章第1节讲，咱是爱去羡慕迄个水的工，或者是讲我敢若爱一个名我好不容易来教会遮久，我总会使做组长、做队长、做会长，还是做中职。咱是爱羡慕水的工，也是咧，我讲要追求一个名。而且咱还有搁较有的一个认知，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12节甲咱讲的。咱领受这职分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来起造耶稣基督身躯，或者是借这个机会讲我会使来激动，来提高我伫教会名声。我想咱要领受每一项职分，大相进前，咱爱去想这款的问题。落尾，咱看最后伫遮保罗甲因提醒讲，恁都要专心谦卑，逐人爱看别人比你家己较高、较强，逐人毋好干那顾家己的事，嘛爱顾别人的事。保罗是安尼讲，有可能就是讲伫教会中间，有人安怎，伊感觉我上高，恁拢爱听我的，干那要表现家己，无咧顾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即款的情形，嘛是教会真爱去注意的一个问题。我牧会拢总35年久，35年久已经退休。伫牧会生涯中间，我有看到即款的例啦伫教会有的兄弟初来领受即个职分的时阵，拢足谦卑，牧师话阮啥物拢袂晓，你都要甲阮教，甲阮牵绳。但是当伊若做执事、做长老，甚至做长老足久的时阵，讲话都无共款，都加足大声，都拢爱人听伊的，这是真麻烦的代志。以上我讲的这推测讲保罗是安尼讲这话，有可能因安怎？这个代志是牧师家己想出来吗？毋是，伫腓立比书第4章第20到第3节，互咱一个真清楚一个做这个推论的一个证据遐安尼讲，保罗讲：我劝友阿弟甲顺图基伫主内面爱同心，我嘛恳求你这个真实，做伙陪同一个担下，帮助这2个查某人、妇人人，因为因伫福音顶面捌甲我做伙劳苦。这段话在讲什么？讲有2个真热心的姊妹，因是甲保罗同心咧传扬福音的，竟然安怎？伫教会无同心，竟然无同心。这款的情形是发生伫倒位？发生伫有咧传福音的教会，有热心咧支持保罗咧宣教的教会，安尼才甲咱讲，这问题真严重呢。嘛，甲咱讲出讲其实教会无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啦，无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因为是人组成的团体，济少特别咱长老教会，咱足自由的大家人意见拢会使发表，济少拢会有问题。所以保罗真客气，讲真含蓄，甲因指出因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了后，保罗接续提出一个真正面。甲因讲，恁无论伫服侍，无论伫教会生活顶面，恁爱去持守的一个真要紧的原则，就是什么？就是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啦。是安怎讲？以基督的心为心，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
为心是咱伫教会生活，也是讲咱伫服侍顶面爱持守上较要紧的原则。因为箴言第4章23节，甲咱讲真清楚，讲咱人一生的果效，拢对倒位发出来，拢对心发出来嘛。你的心若正，你的言行举止就正，你的心若正，你的言行举止就正，特别真离谱。所以早起伫咱特别有一个干部要就任的中间，我特别用讲咱爱用基督的心做心，甲咱来思考到底基督的心有甚物款的特性？第一个，我要甲咱讲的，基督的心是一个无懒散、用特权的心啦咱和合本在翻译讲主耶稣来到世间的时阵，伊是安尼讲，伊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句话讲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其实咱若中文的迄个修养若无较好，其实嘛看无，其实我嘛看无。唔知要怎强断也看无，但是现代中文译本翻了真好。伊讲主耶稣成做人的时阵以后伊虽然嘛是上帝，却无滥散用甲上帝同等的特权。伊谦卑家己。耶稣既然成做人，伊就无够用讲我嘛是上帝我有啥物特权我来用无呢？无滥散用特权，我感觉这伫咱的伫咱的服侍过程中间是真要紧，常常家己提醒的，自我提醒的。因为地位甲特权常常是连做伙，敢毋是？地位愈悬，你的官兵就愈悬，滥用特权的机会就愈侪。这嘛是咱最近伫电视一直看到，伫咱的社会哪有遮侪乱象？因为有一寡要紧的人，因就是滥用特权、滥散用特权，这个带来侪问题，实在真无彩。但是咱感觉感谢主，咱的耶稣基督，互咱的模范，毋是安尼。咱看咱的主耶稣基督，伊成做人的款式了，伊就是尽人的本分。人爱做甚物，伊就尽来去做。伊无搁伫遐讲我是上帝所以拄着啥物无好的事的时候，我就要来用特权。你看咱伫主耶稣受掠的时阵，主耶稣捌讲一个真特别的这个一段话，伊讲安怎？伊甲遐个要来甲伊掠的这个官兵讲：我敢袂使你请上帝找12营的天使来救我吗？这句话我想咱侪人拢有信。对无？主耶稣若要用这个特权，有法度无？有嘛？伊伫十字架顶的时阵，足侪人咧甲笑，你有法度救别人，你著救家己啊！耶稣有法度用特权无？我要跳落足简单但是主耶稣无用这个特权。我感觉这是咱每一个要领受上帝互咱职务的这个兄弟，无论你是做组长，或是讲队长，或是会长，或是执事，或是长老，我想每一个人，咱拢爱去效法的。咱要领受这职分，要追求的，毋是特权，咱要追求的是甚物？服侍。这个咱一定要常常放伫咱的内心。我感觉咱的主，互咱来到世间，互咱一个上水的典范。伫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主安怎讲？主讲人子来，毋是要接受人的服侍，是要安怎？是要服侍人。咱每一个要领受这份的这兄弟毋若安怎？毋若讲你袂使你滥散去用讲借机会去用你的特权以外，你都要好好安怎去服侍。这是咱领受上帝互咱的这份，常常要放伫咱的内心的。第二，我要甲咱讲。主耶稣基督的心是甚物款的心？就是谦卑甲顺服的心。我想这咱拢真清楚。伫圣经直接咱看到有无？伊讲既然有人的款式，伊就家己卑微、专心顺服到伫死，而且死伫十字架顶。这段话真简单，甲咱讲出耶稣来到世间，
就是谦卑，就是顺服。伊虽然是上帝，但是伊谦卑服侍，伊顺服上帝会引出来行。我想即款的典范，咱真正爱放伫咱的内心。耶稣基督要离开世间之前，伊做一个安怎上界要紧的一个模范或者学生，就是伊为着学生来洗脚。伊甲学生洗脚主要目的是做甚物？甲因提醒讲，我做老师就甲恁洗脚，所以恁都要谦卑安怎彼此服侍，彼此谦卑来服侍。我想谦卑是咱要服侍主，也是要领受这积分常常啊放伫咱内心的。我毋知咱要领受这积分的兄弟，你捌想过？咱会通领受即款的积分，无论你领受什么款伫教会做什么款的服侍，咱有比别人较敖吗？无拄拄啦，包括我做牧师，我嘛感觉讲实在是感谢主，咱也无比别人较敖。但是是安怎主欢喜用咱？我嘛常常咧做思考、做反省。我常常提醒家己的，就是讲，爱记咧谦卑谦卑你看圣经内面是安怎摩西、阿伦甲米利亚三个兄弟姐妹阿伦口才上好啊，米利亚敬拜赞美大概是上较敖的啊。摩西咧，摩西讲我左口顿舌，我啥物拢袂晓啊。是安怎上帝哪会无经阿伦，无经这个米利亚？是安怎上帝经摩西？圣经讲摩西为人谦卑，伊伫上帝的全家是尽忠的。伊个两个特质，就是谦卑、尽忠。我感觉咱要领受上帝的积分，永远保持谦卑，你就有机会甲主相到同工。你若开始骄傲，有可能你就上帝讲赏赐的是上帝，摕倒转去嘛是上帝，你就会失去机会但是我感觉咱的主，互咱搁较爱学习是伊顺服啦咱知影主的顺服上界水的表现，就是讲伊顺服到伫行十字架顶嘛。但是主耶稣伫这个伊的传道生涯中间，伊怎样顺服上帝？有一则圣经，咱一定爱会记哩伫约翰福音第5章19节，伊安尼讲，伊讲囝凭着家己袂通做甚物，独独看见伊爸所做的，囝才去做。爸所做的事，囝嘛照样去做。中文讲，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无简单嘞！主耶稣将这人个款式了后，伊伫世间传福音，都是拢看上帝安怎引带，上帝的模范是甚物，伊就照做。通过主耶稣这款的顺服，我早起特别要甲咱在任职者提醒咱的长老教会是有家规咱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的家规是甚物？咱的家规是咱有一本行政法咱要登记，咱拢要照法规来行而且两边咱嘛拢会适用这真要紧照法行甲顺服伫你家己的适用这是咱咧服侍过程中间，请咱常常要放伫咱的内心的。咱毋知捌想过无今仔日是安怎有的教会会产生问题？今仔是安怎有的教会会产生问题？因为无照你的适用在行，嘛无照法规在行咱讲简单的例你看咱包括牧师咧就任的时阵，会友嘛适用也是中级咧就任的时阵，会友嘛适用讲甚物？讲二比讲假设假使咱的这个任职者因有啥物失错，爱安怎？禀告小会对无？毋通四过去宣发。但是伫咱的经验内面你看不得了呢。小可教会有啥物代志发生稀罕赢杯耳语四个讲安尼无出问题才是奇怪
无要照法规行，吼。啊，咱来认这只西约嘛是讲，我二笔脑失处，我要降服长老教会的宪法行政法。但是真正了出问题的时阵，伊要遵守无？咱讲即个西约拢是为别人在西约的，若要处罚别人，用着别人就好啊，莫用着我的身躯顶。你甲想，无即款顺服的心，要安怎样有法度好好来服侍？要怎样有法度来复兴教会？吼！我最近在看这个杂志的中间吼，看到讲哇，咱一个真要紧的企业叫做鸿海鸿海这个集团，啊，伊即摆董事长刘扬伟先生，伊的口头禅是啥物？伊讲凡事拢爱合法合规啦吼，口头禅常常囥伫个时阵，当代志都是合法合规定啦。你看，一间公司是安怎法度做甲遐尼大？因为领导的人就是安尼嘛，但是咱的教会相款啊，咱嘛是一个真大的教会啦。咱这种教会，咱若欢喜，每一个人拢欢喜讲啊，照规矩行，吼啊，我有伫上帝面前誓约，啊，我都爱顺服我家己讲的，吼。若是安尼的时候，我想上帝的赐福一定是安怎，自然临到伫咱的中间。所以今早起我要提醒咱，就是讲。一切的咱一生的果效，拢是对心所发出的。咱若会记得心着言行举止，就袂过头偏差。所以咱一定要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咱若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你就知影爱安怎谦卑顺服，爱安怎荣光上帝。吼！所以我伫遮，我期待咱无论是要就任这干部，还是咱的兄弟姊妹。咱伫教会生活也好，或者是咱伫服侍的过程也好，一定甲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放伫咱的颔棍顶面，甲挂掉咧。咱若法度安尼，我想咱的服侍一定得上帝欢喜。啊，咱的生活伫教会生活，嘛会当充满上帝满满的祝福。请咱三角仰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多谢你。你知影，阮人是软正的。阮虽然对主你来领受新的活命，但是阮常常有一寡老的我，在影响阮的行为、阮的讲话。总是多谢主你亲身流了水的模范。你的心是这么水，欢喜谦卑顺服，阁无懒散，用你做上帝这款的特权来服侍阮。阮今仔日才有法度来享受伫上帝你的厅内面满满的生活。愿上帝你帮助阮，会记得伫阮的教会生活也好，伫阮服侍生活也好，阮就是要用耶稣基督你的心来做心，互阮会当享受上帝你满满的祝福，嘛会当阮的服侍得主你的欢喜。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